了，继续来看这个台北市动物园，即摆人气上界旺的动物，就是猫型圆仔伊的妹妹。还未开始接人客，所以只会当为面册透过镜头看到伊可爱的模样。乡亲有注意过这个猫型有几层的前头啊无？讲伊的手掌甲脚掌是无啥共款哦。这个圆仔妹妹号名的活动，到到今仔日为止，目前也是以医保排第1名。食饱困，困饱食，就是即马圆仔妹妹的生活。来到这世界已经差不多2个月啊，体重3公斤半，逐工拢胖胖大。但是最近就亲像安尼，手害一个，脚量一个，身体沉沦一个。保育员感觉讲，哎哟，哪会这样古锥？后来才发现讲，原来圆仔妹妹毋是食饱营营无营养好做，嘛毋是顶古锥，是伊的脚脚手脚愈来愈长，互伊拍一个机灵，并且新娘抓卡伫竹叶啊和树枝当中。一个不小心，有时候它的爪子就会勾到竹叶，那勾到竹叶以后呢，可能就施展不开。大鸟型的脚脚手脚无亲像是虎和狮啊共款，随时拢会当收起来。但是圆仔妹妹的手心有藏机关，来你看哦，真2、3、4、5、6，2个前掌比后掌加一个镜头啊，会当甲竹叶啊撒起来，挤入喙内底，脚手愈来愈美丽。圆仔妹妹到底是要号啥物名？足侪人关心。元宝似乎是保持领先啦，不过不到最后关头，真的是不知道到底是票数上侪医保，还是保育员较介意的这个名柔柔。8月30跟2、3天，离团圆圆的生日会顶悬，到时就会公布啊。